美伊戰爭入面最大嘅贏家其實係伊朗。你可能會諗，點可能？伊朗點會係贏家呀？美國同以色列已經發動咗大規模嘅軍事打擊，伊朗受咗好嚴重嘅損害，幾千條人命犧牲咗。而家美國仲發動埋反封鎖，喺表面睇對伊朗嚟講，一切都好似一場災難咁。但係喺幕後其實發生緊一啲嘢，一啲我哋以前從來未見過嘅嘢。全世界對伊朗嘅立場變緊。世界各國領袖唔再係問緊點樣去打敗伊朗，佢哋係問緊點樣同伊朗去談判。芝加哥大學嘅教授 Robert Papp， 佢係世界上最頂尖嘅軍事策略專家其中之一。佢講得最好，呢種區別標誌住一啲喺國際政治入面好罕見嘅嘢出現咗，一個新嘅世界權力中心正在誕生。呢個世界只有3個國家有能力對國際體系施加影響力，就係美國、中國同俄羅斯。呢3個國家都可以喺政治、經濟同軍事上面塑造唔同地區嘅結果。但係而家伊朗崛起嘅方式係美國任何人都預料唔到嘅。全世界大約1/5嘅石油同液化天然氣供應係經過霍爾木茲海峽，而喺短期內呢啲供應路線係冇任何真正嘅替代方案。伊朗喺經濟或者政治上面係競爭贏唔到美國。但佢向全世界證明咗，憑住佢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嘅能力，佢係可以影響成個全球經濟。我哋而家進入咗呢場衝突嘅第10個禮拜，美國政府連一個軍事目標都仲未達成，政權冇更迭，伊朗仲係拎住佢哋啲濃縮鈾。根據美國政府嘅估計，伊朗嘅導彈庫存仲喺60%以上。伊朗仲係喺呢個地區支持緊一啲代理組織，好似真主黨咁。而霍爾木茲海峽依然係牢牢咁掌握喺伊朗嘅控制之下。根據華盛頓郵報嘅最新民調，61%嘅美國人而家話伊朗戰爭係一個錯誤。當年要用3年時間先有咁多美國人承認伊拉克戰爭係錯，喺越南戰爭期間要用6年時間先去到呢個點，但係到今年只係用咗2個月時間，大部分美國人就已經得出同一個結論，認清出事實就係衰咗。呢場戰爭對美國人嚟講係好唔受歡迎嘅，因為當油價好似過去呢幾個月咁樣升發，汽油價格就會飆升，負擔能力就變咗大部分美國人面臨最大嘅問題。越嚟越多美國人已經負擔唔起佢哋嘅汽車貸款。喺今年第一季創紀錄嘅42.6%負資產買車人士要轉用84個月嘅貸款，只係為咗維持每月還款係負擔到嘅。超過55%嘅美國人而家覺得佢哋嘅財務狀況變差咗，呢個係過去25年嚟最高嘅紀錄，甚至比08年金融危機仲要差。美國 GDP 喺2026年第一季只係增長咗2%，遠低於美國商務部長 Howard Lutnick 估計嘅5%，而物價比起1年前升咗3.5%，係近3年嚟最高。美國汽油價格啱啱去到$4.30嘅全國平均水平，係4年嚟最高。而美國國家債務啱啱自1946年以嚟第一次超過咗 GDP 嘅100%。所以當特朗普同白宮嘅想要每日都講大話，扮到美國每日除咗贏就咩都冇做過嗰陣，殘酷嘅真相係美國而家面臨一個好困難嘅選擇，一係致力於長期嘅軍事行動去奪回霍爾木茲海峽嘅控制權，一係就接受一個美國控制權唔再得到保證嘅全球能源新安排。如果美國選擇接受，結果係好明顯嘅，國際體系會重新組織伊朗，將佢當做全球權力嘅第4個核心。然而如果美國選擇升級，可能加入埋以色列，去重啟另一場空中打擊行動，佢好容易會發現自己陷入另一場喺中東嘅永遠打唔完嘅戰爭，而最終會以失敗告終。再一次聽芝加哥大學 Robert Papp 教授明智嘅說話，佢將啲心照不宣嘅嘢大聲講咗出嚟。想象下，伊朗控制住世界上大約20%嘅石油，俄羅斯控制大約11%，而中國可以吸收大部分嘅供應。佢哋會組成一個壟斷聯盟，拒絕向西方提供世界上30%嘅石油。你唔需要咩精細嘅分析，都可以預見到嗰種災難性嘅後果。美國同歐洲嘅權力衰落，以及全球重心向中國、俄羅斯同伊朗轉移。而幾有趣嘅係，我哋可能啱啱見證咗全球石油體系開始崩潰嘅第一個真正跡象。幾日前，阿聯酋做咗個令人震驚嘅舉動，選擇退出 OPEC。呢個係一個佢已經加入咗近60年嘅組織，
阿聯酋係呢個組織嘅第三大生產國，負責大約12%嘅總產量。但係喺伊朗戰爭同隨之而嚟嘅經濟壓力之後，阿聯酋唔再想受到 OPEC 配額嘅限制，相反，佢正喺度做出一個明確嘅獨立轉向，釋放佢喺2027年將產量提高到每日500萬桶嘅能力。而呢度就係事情變得真正有趣嘅地方，因為當你退後一步睇，邊個喺全球市場更多石油供應入面獲益最多？嗰個唔係美國，係中國。就喺2星期前，阿聯酋官員喺北京同國家主席習近平見面，簽咗創紀錄嘅24項協議，去深化經濟合作同擴大兩國之間嘅投資流。呢個時機唔係巧合，中國係世界上最大嘅石油進口國，佢唔理你啲 OPEC 政策，佢只係關心一件事，以盡可能低嘅價格去確保獲得盡可能多嘅能源。而一個更加分散嘅石油市場，正好俾到中國呢樣嘢。而對美國嚟講，幅圖就複雜得多。一方面，嚟自阿聯酋更多嘅石油供應對全球價格造成下行壓力，對一直應付緊高能源成本嘅美國消費者嚟講係好消息。但係與此同時，佢對美國石油生產商造成咗一個重大問題。金融時報報導咗呢個故事，美國兩大石油生產商埃克森美孚同雪佛龍唔會增加產量，就算受到嚟自特朗普嘅政治壓力，要佢哋咁做，佢哋嘅商業模式係依賴更高嘅油價，向市場投放更多供應，會直接削減佢哋嘅利潤。但係呢種走向獨立嘅舉動，亦都容許阿聯酋以唔同嘅貨幣去買石油。再一次，中國係呢度嘅主要受益者。再一次，我哋見到成個全球體系喺我哋眼前迅速改變。正如我喺影片開始嗰陣提到，伊朗會喺呢場衝突入面以一個比開戰前更強大嘅地位崛起。伊朗而家已經嘗到咗全球影響力係咩味，而且唔太可能放棄佢對霍爾木茲海峽嘅權力同控制。呢樣嘢最終就係點解我覺得伊朗同美國會進一步陷入升級陷阱，同埋更接近一場加劇嘅軍事衝突。而家全世界都關注緊石油同霍爾木茲海峽，但係有一樣嘢係更加基礎嘅，鋼鐵。而家世界正進入一個大規模基建擴張同軍事產量上升嘅新階段，政府嘅支出處於紀錄水平，供應鏈正喺度重組，全球緊張局勢正喺度加速，對嗰啲字面上建立國家嘅材料嘅需求正喺度增加，而喺呢一切嘅核心就係鋼鐵。全世界每年生產近20億噸鋼鐵，但係呢度係大部分人冇意識到嘅部分。每一噸鋼鐵都依賴焦煤，佢唔係一種你可以輕易替代嘅燃料，而係一種關鍵嘅化學投入。冇咗佢，現代鋼鐵生產根本唔存在。呢樣嘢代表住正喺度部署嘅船隻，正喺度製造嘅飛機，正喺度橫跨新興市場興建嘅基建。所有呢啲都係依賴住一種長期被投資者忽視嘅資源。事實上，呢樣嘢已經唔再只係理論。美國政府已經開始承認呢個轉變，最近將焦煤歸類為直接同國家安全掛鈎嘅關鍵材料。與此同時，好似哥倫比亞咁樣嘅國家已經將佢提升到自己經濟入面嘅戰略地位。所以特朗普認清事實，清醒下啦。